以下落嚟係香港人嘅時間。香港人，你哋喺度嗎？如果喺度，大聲話俾我哋聽，我係香港人。北京聽唔到喎，講多次。佢哋好似聽到啦，但係揸低聽唔到。我哋清清楚楚嘅講一次，我係香港人。我係香港人。香港人加油！香港人！香港人！香港人喺維園30年，風雨不改，悼念6·4，為嘅係公義，為良心嗰一份擇善固執嘅精神。而面對強權不屈嘅抗爭，係呢一種我哋30年嚟香港人表現出嚟嘅堅強嘅意志。燭光集會係香港人締造嘅歷史，係香港人嘅精神面貌，係香港人嘅主場。香港人入唔到維園，我哋就喺多倫多、喺溫哥華、喺 Calgary， 喺而家全球有40個城市唔同嘅團體，係一齊將呢個主場擴大，好唔好？我哋要將呢個主場擴大，亦都要延續不斷，直至到燭光重現維園，直至到光復香港，直至到煲底再見。香港人，香港人，燭光不滅，大家一齊燭光不滅，撐香港，撐香港支聯會，撐周幸彤，撐李卓人，撐何俊仁，Free Hong Kong，Free Hong Kong，Free Tibet，Free Tibet，Free Uyghur，Free Uyghur，Free China，光復香港，光復香港，光復香港，Free Hong Kong。好，而家落嚟，我哋要向香港支聯會同埋30年嚟堅持喺維園悼念6·4嘅每一位香港人，我哋要去向佢哋致敬。而家請我哋支聯會嘅3位嘅共同主席阿迪、阿 Chuck、Winnie， 仲有2位嚟自美國同埋溫哥華嘅嘉賓，大家都好熟悉嘅傑斯同埋周永康。我哋係以唱支聯會喺呢一個維園成日唱嘅一首歌，大家估唔估到？自由花，冇錯，我哋大家一齊唱，向香港支聯會，向香港人致敬。年月也不會殘息，山中。